講到天氣，來看這台南的愛文山呢是生了真好。農業局按算今年這產量是會加2-3倍，也毋過即馬農民所開始煩惱講，到時若陣這山的量傷濟，安尼計數顛倒會落。台南市農業局是來回應講，目前已經啟動內銷北部，也閣有外銷去日本、甲韓國等等的策略，會變說讓這果子的計數加較穩定咧。一粒粒黃紅色的山藥掛在樹仔頂，看起來真好食款。即陣台南愛文山藥當咧白落啊，按算6月要迎接大豐收。今年台南氣候算穩定，山藥樹開花含結果率攏真好，按算產量比往年加2-3倍。這主要和農民為着顧品質，都定的蔬果有關係。雖然看到規張樹滿滿的果實，因心內加減煩惱產量傷濟，計數會落。愛文芒果啊，整個芒果去年的產量是很少的。對啊，所以導致芒果果樹本身它的養分是很充足的。那它在去年休息了，那今年它整個就爆發了。今年的價格大概會比去年再下降一些啊，多少的話就是要看市場機制了。台南山藥種的面積有6853公頃，佔全台一半。過去這愛文山藥計數一斤100至150塊。台南市農局和農會已經當咧規劃，因拍算內銷會去北部，那外銷目前以日本市場為主，大約佔總出貨量54.3%，兼會直接加工廠，可以買來做果子乾甲糕食。出口這邊會做努力的處理。另外一個，今年呢，在那個我們預警冷鏈市場，今年大概是9月會完工，那也就是說6月的時候開始會做一些分級包裝出貨，也加大一些出口的能量。那消費端業者嘛有無共伊觀察，今年產期雖然延到4月中才賣，但是果實品質和甜度有影真穩定。因講就算基本工資和營運成本攏起，目前無調整計數，俾甲農民只會度過山藥大出的壓力。是芒果，它是其實比較豐盛，在外銷還是在販售方面，它是品質會比較穩定。為着要拼買去，市府按算5月會先啟動山藥評鑑比賽，6月底辦山藥節系列活動帶動話題，甲今年豐收的能量轉換做實際上的收入，用買去守護在地果農的心血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